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我們想來深入地聊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幾乎所有成年男性都非常關心，但在我們的文化裡，它又常常被視為一個禁區，一個大家私底下好奇，卻又不太好意思拿到台面上來公開討論的話題。這個話題就是關於男性的那方面能力，以及那顆著名的小小藍色藥丸偉哥。你是否意識到一個現象？在當今社會，有越來越多60歲以上，甚至70歲的男性長輩，正在偷偷地服用它。這背後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或許是想重溫年輕時的激情，或許是想滿足伴侶的期待，又或許是承受着一種不能不行的社會壓力。在一些人的觀念裡，它甚至被當成了一種神奇的補藥，一種回春丹。有的人在第一次感覺到那立竿見影的效果後，便因起藥狂，毫不猶豫地自行將劑量加到最大100毫克，以為越多越好，越強越好。但是朋友們，請大家冷靜地想一想，這樣的做法真的安全嗎？這顆小小的藍色藥丸，它究竟是拯救中年危機、挽救夫妻感情的救世主，還是一個披着羊皮的狼，一個需要我們用健康去支付沉重代價的隱形敵人？如果長期這樣大劑量地服用，它到底會不會對我們的心臟、肝臟和腎臟造成那些我們看不見，但卻可能是永久性的損傷呢？今天我們將用一次徹底的、深入的分析，為你揭開它背後的所有秘密。特別是對於那些正在服用，或者正在猶豫要不要開始服用的朋友們，接下來的內容將對你的健康和生活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我們會詳細地為你剖析，當一個男人連續服用偉哥2週後，他的身體內部究竟會發生怎樣微妙而劇烈的變化。我們還會分層解釋40歲、50歲、60歲乃至70歲以上的男性，在服用它之後，身體的反應和所面臨的風險又有哪些截然不同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們會用最直白、最嚴肅的語言告訴你，錯誤地使用或者濫用這顆藥丸會給你的健康帶來多麼嚴重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副作用。特別是如果你的家中有60歲以上的長輩，請你一定要提醒他們多加小心，因為有一些藥物是絕對不能和偉哥同時服用的，一旦誤服，後果不堪設想，甚至可能直接危及生命。當然，在指出了所有的問題和風險之後，我們也會在最後為大家提供一條更安全、更長久的道路。我們會分享一些不需要依賴藥物，同樣能夠有效、安全、自然地恢復男性功能的方法。這些方法看似簡單，但只要你能正確地實踐，就一定能幫助你由內而外地重新找回那份源自生命本身的真正的自信和男人味。所以，請你一定要有耐心，堅持看到最後。第一章，從奇蹟到絕望，一位65歲患者的真實經歷。首先，我想給大家分享一個發生在我診室裡的，讓我印象極其深刻的真實案例。幾個月前，一位65歲的張先生，化名，走進了我的診室。我至今還記得他當時的樣子，他微弓着背，臉色蠟黃，眼神裡充滿了疲憊和一種深深的沮喪。他坐下後，沉默了很久，才用一種近乎耳語的聲音告訴我，他和他老伴結婚已經40年了，感情一直不錯。
但是在過去的整整10年裡，他們幾乎再也沒有過夫妻生活。他說：醫生，你不懂那種感覺，我覺得自己不再是個完整的男人了。在這10年裡，他感到自己非常無助、自責。他能感覺到妻子雖然嘴上不說，但那種失望是真實存在的。他們之間的那層隔閡，那份沉默，讓他背負了沉重的內疚感和挫敗感，自信心幾乎被碾碎了。在聽完他的陳述，並為他做了非常全面、嚴謹的身體檢查和評估後，我為他開具了合適劑量的偉哥，並再三叮囑了正確的用法和劑量。幾天後，當張先生回來復診時，我幾乎沒認出他來。他仿佛變了一個人。他腰板挺得不直，腳步輕快，眼神裡閃爍着光芒。他一進門就緊緊握住我的手，聲音洪亮地說：醫生，真是奇蹟，是你給了我第2次生命。我感覺自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30歲，太神奇了。在服藥的第1週，他的功能恢復得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他和他妻子都感到非常滿意，仿佛找回了失落已久的親密。然而，朋友們，這份突如其來的喜悅，恰恰成了他後來陷入更大困境的開端。因為效果實在是太好了，張先生陷入了一種我能掌控一切的錯覺。他覺得醫生的囑咐太保守了。他開始繞過醫院，自己去藥店想辦法購買，並且他做出了一個致命的決定。他開始每天都服用，而且是100毫克的最大劑量。他天真地想，如果50毫克能讓我回到30歲，那麼100毫克豈不是能讓我回到20歲？就這樣，又過了2週，他再次出現在我的診室，但這一次，所有的光彩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比第一次更深的焦慮和恐慌。他急切地對我說：醫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這樣？第1週還那麼完美，簡直無懈可擊。可到了第2週，就算我天天堅持吃100毫克，也一點效果都沒有了，完全沒反應。而且你聽，他指着自己的胸口，我現在經常心慌，心跳得像打鼓一樣，動不動就頭暈，站都站不穩。身體感覺被掏空了，特別累。各位朋友，請大家記住張先生的這個案例，這就是一個最典型的在短時間內濫用、過量服用偉哥後所必然出現的現象。用醫學術語來解釋張先生的情況，並不是因為他身體裡的某種化學物質，比如激素，被用光了或耗盡了，而是因為他的身體對這種藥物失去了反應，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產生了耐藥性。讓我們來深入淺出地解釋一下這個原理。偉哥學名西地那非，這類藥物在醫學上被稱為 PDE5 抑制劑，它的作用是抑制一種叫做 PDE5 的活性。這種被抑制後，我們體內一種叫做 cGMP 的化學信使就能存活得更久。這種信使的作用就是通知血管壁的平滑肌放鬆，使得血管得以擴張。當海綿體內的血管擴張了，大量的血液才能衝入，從而實現並維持勃起。這是一個非常精妙的生化過程。但是請注意，我們的身體是一個擁有自動調節和自我保護機制的智能系統。當你像張先生那樣每天用100毫克這樣的超大劑量去轟炸這個系統時，
身體的調節機制就懵了。他會認為天呀，CGMP 的信號是不是太強了？是不是哪裡出錯了？於是身體開始反抗。他會啟動一種負反饋機制，那些負責接收信號的受體就像門鎖，開始變得遲鈍，不再那麼容易被鑰匙藥物打開。身體的自動調節系統開始全面代工。我再給大家打個比方，這個比方張先生一聽就懂了。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座用來水力發電的水壩。水庫裡的水代表你的性衝動和身體潛能是充足的，而偉哥就像那個按下按鈕打開水閘的信號。一開始你按一下，服用50毫克，信號清晰，水閘、血管轟地一下就打開了，水流、血液奔衝而出，電力勃起十足。但是如果你像張先生那樣陷入瘋狂，在短時間內拼命地連續地猛按那個開閘按鈕，每天100毫克，結果會怎樣？結果就是那個開閘的電路系統，我們身體的受體和生化反應被你按短路了，它燒壞了。水庫裡明明還有水，你還有衝動。但無論你再怎麼瘋狂按按鈕，那個閘門、血管就是卡住了，它再也打不開了。這就是耐藥性。更糟糕的是，你這種瘋狂按按鈕的行為，還把水壩的其他電路，比如控制心跳和血壓的系統，也給搞出故障了。所以張先生才會出現心慌、頭暈和疲憊。他為了追求那20歲的幻覺，卻在短短2週內把自己推入了一個藥石網校的絕望境地。第二章40、50、60、70歲不同年齡段的反應天差地別。張先生的案例是一個關於濫用的警示，但即便是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不同年齡段的男性對這種藥物的反應也是截然不同的。這就像是不同型號的發動機加入了同一種燃油，它們跑出來的效果和損耗是完全不一樣的。細藍色菱形40多歲、60歲以下反應的黃金時代。對於60歲以下，尤其是40多歲的男性來說，如果出現了功能障礙，通常由壓力、焦慮或輕度血管問題引起，他們是反應最好的一個群體。為什麼呢？因為在這個年齡，他們的發動機，也就是身體的整體機能和新陳代謝能力，通常還非常強勁。他們的血管彈性相對較好，激素水平亦同也處於一個較高的水平，因此藥物起效非常快，效果也最明顯。在這個階段，只要遵照醫囑進行規範治療，比如按需服用，或者在醫生指導下短期規律服用，大約3個月左右，大部分人的功能都能得到穩定恢復。更重要的是，藥物在這個階段更多扮演的是一個輔助和重塑信心的角色。一旦他們通過藥物成功了幾次，那種我到底還行不行的表現焦慮就會大大緩解。當心理上的這塊大石頭落地後，很多人就可以逐漸減少劑量，或者改成隔天服用。大約經過1年左右的鞏固和調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甚至可以完全脫離藥物，只在極少數壓力特別大或特別疲勞的時候，才需要備用一顆。細藍色菱形50多歲，併發症開始出現的階段。一旦進入50歲，情況就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了。50歲
是男性健康的一個分水嶺。很多男性在這個年紀開始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前列腺肥大 （BPH）。前列腺是包裹在尿道外圍的一個腺體，它一肥大就會像一隻手捏住了排尿的水管，導致尿頻、尿急、尿不盡。所以50多歲的患者往往是兩病共發。他們除了需要偉哥來解決勃起問題，還需要同時服用另一種藥物，比如受體阻滯劑來治療前列腺肥大、放從尿道。因此，最合適你的劑量和最適合你的服用方法，有且只有一個標準答案，那就是必須由你的主治醫生根據你個人的具體健康狀況、心、肝、腎功能、血壓、用藥史來量身定製，在沒有得到醫生允許的情況下擅自服用、擅自加量，或者通過非正規渠道購買，這絕對不是勇敢，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這種行為就是在逼迫你的心臟、肝臟、腎臟和血管去承受他們本不該承受的災難性的損傷。第3章，濫用的黑暗陰影，它如何摧毀你的健康？現在請大家務必集中12分的精神，我們必須來談談濫用或錯誤使用偉哥究竟會給我們的健康帶來多麼可怕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後果。這絕不是危言聳聽，這是我作為一名醫生在長達數十年的臨床工作中親眼目睹的一個個真實慘痛的教訓。一對心血管系統的定時炸彈，最大、最直接、最迅速的風險就是對整個心血管系統的致命衝擊。我們再複習一遍，偉哥的作用是擴張血管，但請你記住，它不會智能地只擴張你想要的那些血管，它會星號無差別地擴張你全身的血管星號。當全身的血管，包括你的大動脈，一下子都鬆弛下來時，你的血壓就會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急劇的下降。如果你是一個心臟功能強健的正常人，身體的代償機制或許還能扛得住。但是如果你或者你的父親、丈夫本身就已經有心臟病、高血壓病史，或者因為冠心病做過支架手術，那麼這個血壓就降的打擊就是災難性的。這好比一個水泵，心臟正在努力地往高處，大腦抽水、血液，你突然把所有的水管都擴大了3倍，血管擴張，水壓、血壓瞬間消失。水泵、心臟會怎樣？它會瘋狂地、無效地空轉，最終導致泵、心臟本身因為缺氧而燒毀，心肌梗死，或者因為供血不足導致高處、大腦焊死、缺血性中風。這就是為什麼有人在酒後或過量服用後會發生昏厥、中風，甚至心臟驟停、猝死。這不是意外，這是藥物原理的必然結果。2. 對肝臟和腎臟的過勞死。其次是那兩個我們身體裡最沉默的勞模，肝臟和腎臟。這兩個器官是我們身體的超級淨化工廠和排污系統。你吃下去的每一片藥，在醫學上都是一種外來化學物質，都必須經過肝臟的分解、解毒和腎臟的過濾、排出。如果你的肝腎功能是健康的，在遵醫囑的常規劑量下，他們加班加點還能應付。但是如果你像張先生那樣，每天100毫克，或者長期頻繁地大劑量服用，這就是在逼迫你的肝腎007式地連續轉，
是星號過勞星號。這種化學負荷日積月累，會直接毒害肝細胞和腎小球。這兩個工廠的生產線和過濾器會逐漸被化學廢料堵塞、耗竭、損壞，功能開始逐漸下降。最可怕的是，這個過程是悄無聲息的。初期，你可能只是感覺更容易疲勞，或者小便裡的泡沫、蛋白尿多了一點點，你根本不會在意。但等到某一天，你因為別的病去醫院抽血化驗時，你會驚恐地發現你的轉氨爆表了，你的肌酐升高了。這個時候，你的肝腎功能很可能已經遭受了嚴重的，甚至是不可逆轉的損傷。3. 心理依賴的致命陷阱。如果說前面兩種是生理的摧毀，那麼第三種則是心理的枷鎖。這是我個人認為對人長期危害最大的副作用——精神依賴，或者說心理上的陽痿。當一個人過度依賴這種藥物時，他的潛意識會開始背叛他，他會開始在自己的腦海裡建立一個可怕的公式：我加藥物等於成功，我藥物等於失敗。從此，他再也無法相信自己天然的狀態，藥物成了他上戰場前必須握在手裡的拐杖。如果沒有這根拐杖，他甚至連嘗試的勇氣都沒有了。很多人在服藥一段時間後，都會陷入這種沒藥就不行的深深焦慮感中，自信心被徹底摧毀。而這種心理狀態又會立刻反作用於生理，越是焦慮，擔心沒藥會失敗，身體越是緊張，交感神經興奮，越是無法勃起，越是證明了我果然沒藥不行，越是需要加大藥量來安慰自己。看明白了嗎？這是一個完美的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最終你會發現自己徹底成了這顆藍色小藥丸的囚徒。你當初只是想解決一個功能問題，最後卻賠上了自己的心理主權。所以，朋友們，請把這句話刻在腦子裡：偉哥絕不是雜魔神藥，更不是補藥，它是一種有着嚴格適應症和禁忌症的處方藥。它只能在正確的方法、適當的劑量下，針對合適的人群，才能安全地發揮它輔助的效果。特別是對於60歲以上，身體各項機能本就已經開始衰退的長輩們，在考慮使用它時，必須慎之又慎，加倍小心。第4章10倍安全有效的5條黃金法則。好了，在充分認識到風險之後，我們來談談最關鍵的解決方案。我們到底怎樣才能在獲得效果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證安全，守護我們長期的健康呢？這5條黃金法則是我在多年臨床工作中總結出的安全用藥手冊，請你一定要牢牢記住。法則1：辨別真假，杜絕假藥，保命法則。這是所有法則中最重要，關乎生死存亡的第一條。目前市面上充斥着海量的外觀仿製得極其精緻的假冒偉哥，這些假藥的來源可能是某個衛生條件堪憂的地下作坊，它們的成分是雜麼？天知道，可能是麵粉，是粉不灰，是工業色素，更可怕的是它們可能含有不標準劑量的藥物成分。比如這一片是10毫克，下一片是200毫克，或者乾脆混合了其他來路不明的、對人體有劇毒的工業化學品。現在很多人為了圖便宜或方便，
從網絡上、從微信群裡、從某些特殊渠道購買。我必須告訴你，你這不是在省錢，你這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參加一場俄羅斯輪盤賭博。這些假冒產品是導致肝腎嚴重損傷甚至猝死的第一元兇。因此，我用最懇切的語氣呼籲大家，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且只有一個安全途徑，去正規醫院找醫生評估，拿到正規處方，然後去醫院的藥房或者有資質的正規連鎖的大藥房購買正品藥物。法則2：注意飲食，嚴禁飲酒。效果法則：藥效好不好和怎麼吃關係巨大。避開高脂肪、油膩食物，請記住，千萬不要再吃完一頓豐盛的大餐，比如紅燒肉、炸雞、火鍋後馬上服藥。為什麼？因為大量的脂肪、油脂會像一層油膜一樣包裹住藥物，也會住了你的胃黏膜，導致藥物的吸收率被大大降低。你可能需要等上2至3個小時，才能感覺到一點點微弱的效果，大大浪費了藥效。嚴禁飲酒，酒精和偉哥是死對頭。第一，酒精本身就是一種中樞神經抑制劑，它會直接抑制你的勃起功能。第二，更危險的是，酒精和偉哥都需要通過同一個通道——肝臟來進行分解和代謝。當你又喝酒又吃藥時，你的肝臟懵了，它分身乏術，既無法及時分解酒精，也無法及時代謝藥物，這會導致什麼後果？酒精的毒性被放大了，藥物的血藥濃度也可能在短時間內異常飆高。這兩種效應的疊加，就是導致上文中提到的星號血壓驟降、頭暈昏厥甚至猝死星號的主要原因之一。正確的服用方法是在空腹狀態下，比如飯前1小時，或者在吃完清淡飲食，比如蔬菜、米飯、魚肉，至少2小時後，用一杯白開水送服。法則3： 60歲以上必須從小劑量開始。安全法則：對於60歲以上的男性朋友，請你一定不要逞強。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這個年齡段身體的新陳代謝速度已經比年輕時慢了很多，藥物在你血液中停留和作用的時間會更久。這意味着一個40歲的人吃50毫克，和一個65歲的人吃50毫克，後者所感受到的藥效和副作用可能會強烈得多。因此，最安全、最穩妥的起步方式是從25毫克或者50毫克這樣的低劑量開始嘗試。請記住，100毫克是單次最大耐受劑量，它絕不是常規劑量或推薦劑量。我們的目標是有效，而不是過量。法則4：嚴守時間和次數。鐵律法則：時間，藥物需要時間來吸收和起效。空腹狀態下，一般建議在你計劃的親密關係前約1小時服用。次數，這是鐵律，在任何24小時之內，你只能服用1次。我再說一遍，一天只能吃1次。如果你服用了50毫克，感覺好像效果不太夠，你該怎麼辦？答案是，什麼都不要做。你絕對不可以在幾個小時後補服第2顆。這種疊加服藥的行為是極其危險的，這會人為地製造一個藥物濃度高峰，你的血壓會因此而崩潰，這會把你直接送進急診室。法則5：警惕藥物相互作用。保命法則之2：
這是最後一條，也是和法則一同樣重要的，關乎生命的紅線。你正在服用的其他藥物可能會和偉哥發生致命的化學反應。絕對禁止類硝酸酯類藥物，請你或你的家人立刻檢查你的藥箱。如果你因為冠心病或心絞痛正在服用任何含有星號硝酸甘油、硝酸二山里酯等，比如某些速效救心丸的藥物，那麼你被絕對禁止服用偉哥，因為硝酸酯類藥物和偉哥一樣，都是強大的血管擴張劑。它們兩個是王炸，一旦這兩種藥物在你體內相遇，它們會產生1+1遠大於10的疊加效應，導致你的血壓在幾分鐘內一瀉千里，引發惡性低血壓，直接導致猝死。星號，這不是可能，這是必然。高度警惕類受體阻滯劑和高血壓藥。受體阻滯劑，正如我們50歲年齡段提到的，這是治療前列腺肥大的常用藥，比如坦索羅辛。這類藥本身就有降血壓的副作用。高血壓藥，比如某某地平類的降壓藥。如果你正在服用上述這兩類藥物，你必須在醫生的嚴密指導下才能嘗試服用偉哥。通常的建議是，兩類藥物的服用時間必須至少間隔4個小時以上，並且偉哥必須從星號最低劑量25毫克星號開始。最後一個黃金忠告，各位，請聽我這句肺腑之言，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你按照常規劑量服用偉哥，效果卻不如以前了，或者沒效果了，你要做的第一件事絕對不是擅自去增加劑量，這不是藥效不夠的問題，這是你的星號身體在報警。星號，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它在告訴你，喂，我的身體內部出大問題了。這個問題可能是你的糖尿病沒有控制好，導致神經末梢和微血管受損了，可能是你的動脈硬化加劇了，血管被堵死了，也可能是你的男性激素水平徹底崩盤了。你此時唯一該做的就是立刻停止幻想，馬上回到醫院去做一次全面的復查，和你的醫生去找出那個藏在冰山之下的真正的病根。第5章，完美主義的代價，一位64歲高管的慘痛經歷。為了讓大家更深刻地理解擅自加量和無視禁忌是多麼的危險，我必須再分享一個讓我至今心有餘悸的案例。主人公是錢先生，化名，今年64歲。他是一家大型企業的 CEO， 履歷光鮮，是那種在商場上叱咤風雲、說一不二的強人。錢先生是一個極度的完美主義者，他的人生信條就是掌控一切。他無法容忍自己變老，更無法接受自己不行。他對自己鐵人的形象有一種近乎偏執的維護。當他過了60歲，明顯感到體力不濟、功能下降時，他沒有把這看作是自然規律，他把這看作是奇恥大辱，是人生的敗筆。於是他找到了偉哥。起初他嚴格遵照醫囑服用，效果確實立竿見影，他非常滿意，感覺自己重新掌控了局面。但很快，他那完美主義的魔鬼開始作祟了。他開始覺得還不夠。他的邏輯是，如果50毫克能讓我達到100分，那麼100毫克一定能讓我達到120分。
他開始在沒有諮詢任何醫生的情況下，長期擅自地服用雙倍劑量100毫克。他把這顆藥當成了他征服一切的秘密武器。災難在一天晚上降臨了。那天，他參加了一場慶功晚宴，為了慶祝一個大項目談成，他喝了很多酒。在我們的文化裡，酒似乎是助興的。他帶着酒意回到家，為了向妻子證明自己寶刀未老，他想都沒想，就吞下了一顆100毫克的偉哥。酒精加超量偉哥，這個最致命的組合，他湊齊了。在親密的過程中，他突然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心臟開始不規則地狂跳，像要從喉嚨裡崩出來一樣。緊接着，他全身開始冒冷汗，臉漲得像要滴血一樣通紅。隨後，一股無法形容的被鐵鉗死死夾住的劇烈胸痛襲來，他眼前一黑，幾乎窒息，當場就癱倒了。家人嚇得魂飛魄散，趕緊叫了救護車。在急診室，醫生們發現他的血壓已經降到了一個休克的危險水平。所有的檢查都指向一個結果：酒精和偉哥過量引發的急性心血管事件。萬幸的是，由於搶救及時，他從鬼門關被拉了回來。第二天，主治醫生用一種極其嚴肅的口吻警告他：錢先生，你知道嗎？你昨晚距離中風或者心肌梗死，可能就差幾分鐘。你那種對完美的偏執追求，差一點就讓你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重症監護室的病床上，這位中橫商場的鐵人第一次流下了眼淚。他終於醒悟，他所以為的掌控，其實是多麼的無知和愚蠢。他所追求的完美，又是多麼的危險和脆弱。第6章，不依賴藥物，重振活力的3條天然之道。所以朋友們，這就是我為什麼總是在診室裡苦口婆心地對我的患者們說，請你們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那顆藥丸上。我們首先應該做的，永遠是用最自然、最健康、最持久的方法去修復我們身體的根本。這不僅僅是為了性這麼一件事，這是為了你的整體健康、你的精神狀態和你未來幾十年的生活質量。當一個男人真正下定決心，從生活習慣這個地基開始改變時，他所收穫的力量遠比任何藥物都要強大和持久。現在我就為大家詳細講解重振男性活力的3個核心要素：運動、飲食和精神。1、規律運動，最穩固的地基工程。運動是支撐男性健康和自信的最穩固的地基，尤其是過了50歲，我們的新陳代謝開始變慢，血液循環，中醫說的氣血開始不暢，肌肉力量開始流失，運動就從可選項變成了必選項。有氧運動、疏通管道，我強烈推薦的是快走、慢跑、騎自行車、游泳。為什麼是他們？因為這些有氧運動是最好的心血管體操，他們不僅能鍛鍊你的心肌，更重要的是，他們能星號保養你血管的內皮細胞，也就是血管最裡面的那一層襯你。一個健康的內皮會自動分泌一種神奇的物質——一氧化氮 NO。這個一氧化氮是什麼？它就是我們身體天然自產的偉哥。星號它的作用就是讓血管放鬆和擴張。你堅持運動，就等於在免費地
純天然地為自己製造最安全的擴血管劑，這能讓你的血流通暢，心臟強健，從根本上為勃起功能打下堅實的生理基礎。標準每週至少4至5次，每次30至40分鐘，達到微微出汗還能說話的強度。海格爾運動強化閥門，這是男性的秘密武器，一個常常被忽略但效果驚人的核心肌群盆底肌。這組肌肉就像一個吊床，托舉着你的盆腔器官，它負責控制排尿，更重要的是，它在勃起時負責鎖住血液，維持硬度和持久力。怎麼找到它？下次你小便時，試着在中途突然發力憋住尿流，你那一刻所收緊的那塊肌肉，對了，就是它。怎麼練習？注意，平時練習時不要在小便時做，那只是為了幫你找到它。你可以在看電視、開會、坐着的時候，悄悄地練習收緊它，就像憋尿那樣，默數5秒鐘，然後徹底放鬆它，也放鬆5秒鐘，這樣一收一放算一次，連續做15至20次算一組，每天堅持做2至3組，這組肌肉強壯了，你的控制閥門就更有力了。2. 改善飲食，給身體加對油，而不是加廢油。第二個核心就是吃。我們常說人如其食，你不能指望用地溝油去跑出一輛法拉利的狀態。很多中國男性的飲食習慣，尤其是中年以後，重油、重鹽、重面子，應酬喝酒，這是健康急劇下滑的總加速師。必須戒掉的健康殺手，動物性脂肪、肥肉、內臟、油炸，它們會產生壞膽固醇 （LDL）。這些壞膽固醇就像水垢一樣，會一點一點地糊在你的血管壁上，讓血管變硬、變脆、變窄，動脈粥樣硬化。而你知道嗎？海綿體裏的那些血管是全身最細小的動脈之一，它們總是最先被堵住的。頻繁的飲酒，特別是白酒酒精，是羿酮的直接殺手。它會給肝臟帶來巨大的代謝負擔，嚴重干擾肝臟對激素的正常調節，導致你體內的男性激素水平嚴重下降。必須多吃的活力盟友，如果你想找回年輕的活力，請把餐盤裡的肥肉換成瘦肉，把油炸換成清蒸。多吃蔬菜、新鮮水果、全穀物、糙米、燕麥。重點補充：Omega 3脂肪酸，血管清道夫來源：三文魚、魚、秋刀魚、核桃、亞麻籽油。它們能幫助清理血管水垢。鋅元素，激素製造廠鋅是身體合成羿酮必不可少的原料。來源：生蠔、牡、蝦、蟹、貝類、瘦牛肉、南瓜子。3. 睡眠與精神，管理那個無形的指揮官。這是第3個要素，也是最多人，尤其是成功男士栽跟頭的地方，睡眠和精神壓力。你可能運動得非常刻苦，吃得也非常健康，但是如果你長期睡眠不足，壓力山大，我保證你的功能一定好不了。深度睡眠，黃金修復期。我們的身體不是在白天製造男性激素的，它是在星號夜間深度睡眠星號時才開動激素工廠的。大量的醫學研究證實，如果一個男人連續1週每晚只睡5個小時，他血液中的羿酮水平會比睡眠充足的人暴降10%到20%。
你小睡的每一小時都是在閹割自己的男性活力。標準保證每晚7至8小時的高質量的不被打斷的睡眠。好的睡眠比這個世界上任何昂貴的補藥都有效。壓力管理與情感紐帶，萬能解藥，這是根源中的根源。當你長期處於焦慮、緊張、內捲的狀態時，比如擔心工作、擔心業績、擔心經濟，你的身體會認為你正被老虎追趕。這時，它會瘋狂分泌一種壓力激素皮質醇。皮質醇和睾酮在我們的身體裡是死對頭，它們是蹺蹺板的兩端。皮質醇一升高，睾酮就必定被壓下去，因為在生死存亡、被老虎追的關頭，身體會智能地關閉所有非緊急功能，比如消化、免疫以及生殖。很多時候，不幸的真正病根不在身體，而在心理。那麼，對治這種心理壓力的最強大的解藥是什麼？不是冥想，不是旅遊，而是與你伴侶的交流。真的，維持與妻子的情感紐帶，是守護你健康與活力的最寶貴，卻又最廉價的良方。不要把夫妻生活當成一個考核、一個任務、一個需要吃藥才能通過的考試。試着在晚飯後和他一起去散散步，試着在睡覺前關掉手機，和他聊一聊你今天在單位的壓力，聽一聽他今天的委屈。這幾句真誠的關心，這種我們是一夥兒的情感支持所帶來的安全感和親密感，會奇蹟般地降低你體內的皮質醇。當兩個人之間的心近了，那種理解和接納的氛圍，會重新喚醒一個男人最原始、最自信的生命力。結語：真正的活力不在藥瓶，而在生活。朋友們，年齡絕不代表一個終點，它只是一個提醒我們該換一種更智慧的方式來生活了。無論你是50歲、60歲，還是70歲，你依然有權利、有能力去活得健康、活得有活力、活得幸福。今天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一起深入地探討了小藍片的真相，也一起學習了如何用自然、安全的方式去重塑男性的健康。如果你真的從頭到尾聽完了今天所有的內容，我相信你一定已經領悟到了那個最核心的秘密。維持一個男人長久活力的終極答案，從來就不在那顆藍色的小藥丸裡，它就藏在你日復一日的最平凡的生活習慣之中。當你開始堅持運動，你的血管就會感謝你；當你開始健康飲食，你的血液就會感謝你；當你開始保證睡眠，你的激素就會感謝你；當你開始放鬆心態，你的神經就會感謝你；當你開始與愛人真誠溝通，你的靈魂就會感謝你。你的身體擁有你無法想象的強大的治癒能力，只要你給它正確的原料和環境，它就一定會用它自己的方式回應你的努力。它會用更強的生命力、更穩定的狀態和更自信的眼神來回報你。我總是對我的患者們說那句老話，今天我也想把這句話送給屏幕前的每一位男性朋友和你們的家人。偉哥或許能給你一晚的信心，但健康的生活才能給你一生的活力。從今天起做出改變吧，這個改變不是從吃藥開始的，而是從一個決定開始的。如果今天的內容
對你或你的家人有哪怕一絲絲的觸動或幫助，請你點一個讚，並把它星號分享星號給你關心的家人和朋友。也歡迎你在下方的星號評論區星號留下你的想法、你的困惑或者你自己的故事，讓我們在這裡建立一個理性的、積極的、互幫互助的社區。也請你星號訂閱星號我的頻道，不要錯過未來更多關於男性健康、慢性病管理和中年生活質量的真正有用的乾貨信息。感謝大家的耐心收看，祝大家永遠健康，永遠充滿能量，永遠保有那份源自內心的成熟男性的品格與風采。我們下期再見。